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16节。兄弟啊，我真少劝你，无用深的言语甲是智慧来宣传上帝的奥妙，因为我决断伫恁中间毋知影别项，只有知影耶稣基督顶十字架的哪定。搁我甲恁离的时，是软弱、惊讶、气喘。我所讲的话，所传的道，无在智慧好听的话，是伫信心甲权能的轻言。搁要互恁的信，无在人的智慧，是在上帝的权能。若是我伫恁逐个人中间讲智慧，独独毋是这世间的智慧，也毋是这世间将要回无的掌权的智慧，是讲上帝奥妙中的智慧。以前所稳重的，都是上帝伫万世代以前所大先定着，互咱得着荣光的。即个智慧伫世间掌权的，无一个知。若是知，就无将荣光的主定于十字架顶，是照着圣经所记载的，目睭毋要看见的，耳孔也无看听见的，人的心嘛无想到的，就是上帝为着疼伊的人所备办的。若是上帝有用信心甲咱显明伊，因为信心参透万事，甲上帝的深奥。但人的事，但毋是家己的神，别人是谁知呢？安尼上帝的事，若毋是上帝的神，也无一个是会知的。若是咱得到的、领受的，毋是世间的事，是着上帝来的事，就是要互咱知影上帝所白白赏赐互咱的。搁咱讲伊，毋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示的话，是用信心所教示的，是将神灵的话甲合神灵的事。若属血气的人，无亲受上帝的事，就看作有望的，也会捌伊，因为对神才会看透。独独属神的人，看透万项事，也家己无互人看透，因为是谁有知影上帝的心来教示伊呢？但阮有基督的心。平安节大家平安。有一对年纪差不多要70岁的夫妇，因真爱听音乐。有一日，因收到一张神秘的批，内面有夹2张粉红仔色音乐会的票，每一张票价值约1000块美金。这拄拄是因想要买，总是买无到的票。这个信封内面除了这2张票以外，无其他的物件。因就开始想，到底啥物人送因这2张票？无论怎啊想，拢想袂出来是啥物人才关心因，才知影因的需要，送因这2张票。音乐会迄一日，因就去听音乐，享受音乐的水，欢欢喜喜倒去了后，发现因兜大门开开，内面有价值的物件拢无去啊。有的时阵，神秘的礼物毋通随便接受。神秘这2字是古早希腊罗马时代一寡秘密的宗教，因的秘密的仪式，教着秘密的教义。这种仪式甲教义，毋是会通公开，只有参加这个宗教的人，会通秘密来参加，暂时就爱保持秘密，甚至爱咒詛。你若泄露这个秘密，你会受到咒诅。新约圣经也同款用这2字 mystery 这2字，总是伊的意义完全无同款。咱的汉文圣经甲伊翻做奥秘，毋是神秘；咱的台语圣经甲伊翻做奥妙，伊的意义甲着咱拄则所讲的神秘真无同款。因为奥秘也是讲奥妙，是指上帝原本隐藏，人袂通了解，总是后来上帝伫适当的时阵
人来显明。迄个得到上帝显明伊的奥妙的人，毋仅是会通知影，也会通公开人来传讲。甲着神秘无共款，神秘的物件是你袂通公开人来讲的。福音书内面有足侪解记载，耶稣用比喻来传讲上帝国的奥妙。保罗先生伫伊的批信中间，拢总有21讲来讲到奥妙奥秘。特别伊所讲的奥妙奥秘，是关于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拯救的计划。通讲耶稣基督福音，就是上帝奥妙的显明。圣神将这个原本隐藏的奥妙，着相信上帝，也得到上帝所拣选的人来显明。有一回，耶稣问伊学生，讲：恁讲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大声回答讲：你就是基督，是永远上帝的囝。耶稣对彼得讲：西门伯约拿，你是有福气的，因为这毋是血气的人，也是肉体的人来指示你，这是伫天灵的爸来指示你。耶稣就是基督，是永远上帝的囝。这原本毋是人会通了解的一个奥秘，总是上帝启示彼得，也互伊知，暂时会通互伊的喙大声来公开这个奥秘。圣神也将这款的奥秘来启示互使徒保罗。所以当保罗写批互哥林多教会时阵，伊对哥林多教会信徒安尼讲：我前上问你，是要恁传上帝的奥秘。伫当初时，希腊的文化普及的社会，有袂少的哲学家、袂少的辩论家，因靠着因深沉的思想，甲因辩论的口才，吸引侪人跟对因。总是当保罗到伫即个希腊化的社会中间，伊宣扬上帝的奥秘，无采取即款的方式，因为即种的方式有适合伫哲学家来表达伊家己的思想，有适合伫辩论家来表现伊家己的口才。但是无适合来传达上帝奥秘。要传讲上帝奥秘，爱用属灵的方法。伊的目标无在伫咧传讲，即个传讲者的人伊家己的思想，嘛毋是要来表达家己的口才，是要来宣扬上帝的话真理，互人的心得到改变，互人的生命得到改变。保罗先生，咱若对伊的批信来甲看，保罗是真有能力的人。伊会通亲像遐哲学家、甲着辩论家讲侪道理，就是圣经甲咱讲，伊有一个决断，伊拍定伊的主意，伊无传别个道理，伊要传只有耶稣基督甲伊顶实个。因为圣神向伊所显明上帝奥秘，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这个奥秘毋是靠着人深沉的思想所想出来，毋是靠着人的口才辩论所编出来。这个奥秘是通过上帝的权能来显明。圣神家己做工，通过侪新约技术，也通过人的内心真实的感动，互人真正会通栽罪悔改，来接受救恩，也互人的生命因为经验着上帝奥秘，所以欢喜归向上帝。圣神的权能非常的直接，也充满气力，无需要高深的推理来证明。也无需要美丽的言辞来证实。到着这哲学家以及辩论家来相比，保罗伊家己认为讲，我的外貌甲着我的讲话，实在是无啥物通夸口的，无啥物通吸引人的。通讲伊家己安尼讲，我伫恁中间是软只惊吓袅袅喘。伫当这时，哥林多教会有一寡反对保罗的人，因嘛用非常轻视的口吻安尼讲。保罗伊的批吼，重阁有力，总是非常的沉重。若是三见面的时阵吼，伊的身躯看起来无安怎，蔫蔫啊。伊的讲话嘛非常的粗俗。伫12世纪有一本的册叫做《Acts of Paul and Thecla》，咱家翻做保罗甲泰克拉伊的行传。泰克拉伊是住伫以哥念这个城市内面一个贵族家庭的女子。伊听到保罗讲道了后，伊做一个决定，伊决定一世人要坚守贞洁，所以伊就拒绝原本已经有的婚约，伊要跟对保罗四过来传道理。所以老母甲着伊的未婚夫，
袂通谅解伊决定，就要求罗马官府定伊的罪。罗马官府用火要甲伊烧死。当火点倒的时阵，突然间一大吨的火就倒来，将即个火压熄。后来伊搁到伫一个所在叫做皮斯蒂亚，伫个所在传道理，伊也搁一届拄着迫害。即届罗马官府是将伊放伫竞技场，伫个所在要互野兽来食。总是真奇妙，就有一只狮母、狮仔母。伫伊的身边来保护伊，互伊无受到其他野兽来攻击。伊还阁有侪奇妙事发生伫伊身上，所以伫东正教甲天主教的传统，将伊当作是一位女信徒。伫即个黎巴嫩即个国家内底，拢总有42间的教会是用伊的名来设立。伫美国嘛有3间的教会用伊的名来设立。当伫即本册保罗甲泰克拉即个行段内底，不只有意思。就是其中有一段话咧描写保罗，安怎描写保罗？讲保罗伊的身材矮小，总是粗勇。伊的目眉三角形，上时阁有一撮秃头。伊的骹亲像乌神腿，伊的鼻仔亲像鹰果皮。如果即个描写若是正确，那安尼保罗真正是其貌不扬，看起来无啥物款特色。拍算因为拄拄保罗伊的外貌无安怎，所以互人会通更较专注伊所传讲的内容，毋是看到伊的外貌。所谓宝贝藏伫土的器具内面，对即个属土的器具，咱看起保罗所传讲的话，发出真理的光，这毋是对保罗本人出。是圣神所加添的亏待。当保罗所讲的话、所传的道、所宣告上帝的奥秘，虽然毋是用智慧的言语，总是有圣神的关联的证明。汉文圣经讲明证，伫大夫圣经改翻做签名，所指的就是讲非常强搁有力的证据，对各方面来甲伊看，拢是正确的。所以整体结论毋仅是合情合理，尚是非常的确实。保罗伫伊肉体顶面的缺点，反倒等会通照着显照圣神的关联。对人的目睭来看，伊所传的道理听起来敢若无甚款了不起的所在，但是伊讲的话，伊所做的代志，却满有圣神的关联。事实上，咱若是靠咱人的理性来起造咱的信仰，经过几啊届辩论了后，有可能你原本所起造信仰会互人甲伊攻破，然后来弃杀。总是若对上帝圣神的关联所起造的信仰，永远袂倒坏。咱对教会历史发展来甲伊看，基督教信仰毋知经过偌济届地学上、科学上、宗教上的挑战，总是到伫今仔日悠然稳稳徛在。这是因为有圣神咧做见证。这要提醒咱一件事：当咱带领人来认捌耶稣基督的时阵，毋通讲因为伊做这样代志、做这样善事，也是做这代志，所以得着救。咱嘛毋通讲因为我帮伊做啥物款代志，我做啥物款的好事，所以伊来信耶稣会得救。人会通得救，在伫圣神的工作，应该归荣耀互圣神。有一个牧师安尼讲。伫咧牧养教会时阵，有一个兄弟，伊每一届拢来参加聚会。即个兄弟也未受洗，伊也无认为家己得救，总是伊无反对福音。伊侪人为着伊祈祷，伊嘛欢喜，每一个礼拜拢来教会听讲道。有一日，有一个认为家己真有口才、真有说服力的人，伊讲我来甲伊说服伊，所以用3点钟的时间甲伊做辩论来说服伊，最后说服伊来认罪祈祷。总是即个兄弟认罪祈祷了后，过日开始无来教会啊，是安怎？因为伊是靠互人说服，说服伊去相信伊当初是也未去经验到的物件。后来，即个兄弟真正相信，上时受洗归入基督，靠着圣神，伊的心内有一个确据，真实的确据。过去，然后人问讲你有得救无？伊会讲拍算有啦，因为某物人说服我，所以讲伊甲我讲我有得救。总是如今，你若去问伊，你是毋是得救？伊会非常确定来讲，确实我有得救，因为圣神伫我的心内引带我，互我真实来相信耶稣基督。
保罗无用智慧的言语来传讲耶稣基督福音，是因为伊无爱将人的智慧教着上帝智慧混为一谈。保罗家己本身毋仅是无摆脱、无轻视智慧，上时非常重视即个智慧。伊安尼讲，伫完全的人的中间，阮嘛咧讲智慧。即个所在所讲完全的人，咱台语圣经甲伊翻做练达的人，就是指生命有成长完全，但是无拄拄是指你的道德上完全。哥林多前书第14章20节讲，咱伫心智顶悬，就爱做大人。即个所在所讲的大人，就是灵命渐渐成长的一个人。但按照灵命成长的人咧讲智慧，因为因会通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的智慧。若是遐灵性维持伫婴仔的阶段，属肉体的人，因所夸口的是世俗的智慧。因有着世俗的智慧，就家己夸口，所以因就无有机会通明白上帝的智慧。讲到上帝的智慧，人必须要伫上帝面前有谦卑的态度。但智慧甲着上帝有密切的一个关联。上帝是有智慧的上帝，上时是智慧的一个源头。箴言第2章第6节安尼讲：耶和华赏赐智慧，知识甲聪明，拢是对伊的喙来出。上帝要按照摩西来显明伊的智慧，摩西就将伊记录伫律法册内面。上时要求以色列的父母，拢着爱照律法册内面的智慧来教导伊的儿女。以色列人的父母咧教训的囡仔时阵，常常会问这囡仔一个问题，讲：说使你的厝若发生火烧，你内心要抢救啥物货？有一寡囡仔会讲：我要抢我的册；有一寡讲：我要抢我的玩具；有一寡讲：我要摕一寡金钱。但是父母会非常清楚甲因讲：介生、介大生，你着爱抢救的是智慧，因为有了智慧的时阵，你会通搁买足侪册。你会通买足侪玩具，你会通趁诚侪钱，但是你若无有智慧、有册，你趁嘛趁无。你若无有智慧、有玩具，你嘛毋知影安怎算。无有智慧，就是你嘛毋知安怎去趁钱，就是你趁着钱，你嘛毋知安怎去开钱。旧约圣经中间有5卷的册，咱家称做智慧的册。这5卷的册拢教着咱信仰的生活有密切的关联。箴言这本册是咧教导咱的日常生活甲人互相相处的时阵，要有啥物款的智慧。诗篇是咧甲咱讲，当咱伫咱灵修的生活中间，咧向上帝讲话的时阵，咱要讲出啥物款的智慧。传道书咧甲咱讲，当咱拄着人生的崎空、无常的生命的时阵，咱安怎悠远会知影通敬畏上帝这种的智慧。那约笔记要甲咱讲，有一寡时阵，咱拄着反常的时阵，反常的苦难的生命时阵，你安怎悠远会通归向上帝的智慧？雅各书这本册非常的特别，是要甲咱讲，当咱欢喜快乐，亲像结婚迄款好日子的时阵，咱要安怎伫咱的生命中间，甲上帝保持非常亲密合一的智慧？属灵的智慧甲俗世的智慧，介大的差别在伫。伫属灵的智慧中间，是互人会晓敬畏上帝、认捌上帝，所以人命咧成长，会通结出济济果子，清气、和平、温柔、节制、疼、怜悯甲公义。若是俗世的智慧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这个人会自高自大，这个人不管是会夸口家己，上时最后要归伫别无。伫旧约圣经中间有一个人真有智慧。这个人叫做所罗门王，总是耶稣被形容，伊是比所罗门王搁较有智慧的一个人。耶稣的智慧非常的悬甲互人当初时听起伊的话人，拢非常的戆影。因彼此咧问一个问题，讲：这个人，这个耶稣，到底是对倒落得到遮尔悬的智慧？若是保罗指出，上帝的奥妙，上帝奥妙所蕴藏一切智慧甲财物。拢蕴藏伫耶稣基督内面，上帝的智慧蕴藏伫耶稣基督内面，伫伊十字架救恩中间，即个原本伫万世代所蕴藏的一个奥妙，
但如今要用着信徒来显明。这个奥秘对伫过去人是稳重的，特别是对外邦人是完全稳重的。对着犹太人来讲，有稳捌的一寡有表，也是一寡有言的方式来出现。总是当耶稣临到时阵，圣神亲自信徒，毋也是犹太人，也包括外邦人，公开来显明上帝奥妙。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毋是上帝一时的想出来的，是伊伫万世万代进前就已经有先定好的。上帝要通过这个福音，互一人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拯救，成做上帝儿女，毋也是犹太人。包括外邦人在内，拢要归伫耶稣基督，当做上帝的护士，当成做一个身体，当做有份伫上帝为着咱所备办永远的基业。但这个救恩的奥秘，无论对伊起头的源头，也是到伫最后的落尾，伊的目标，保罗先生讲了非常的清楚，拢是要互咱会通得到荣光。也弟姊妹，咱来知一项事，上帝对着人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毋是降灾祸的意念。上帝对着人所存的意念，是爱咱分享伊的欢喜，分享伊的荣耀，毋是爱咱永远活伫艰苦、甲伫见笑内底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伫人世间的时阵，传扬上帝国奥妙，伊家己本身搁伫十字架顶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。上帝奥妙智慧，就世间人来显明。耶稣基督教导人明白上帝的智慧，引带人会通得到上帝为着咱所备办平安、欢喜、充满荣光的国度。所以，伫初代教会有一种流行的主义，叫做灵智主义 （Gnosticism）。因认为讲，只有少数的人，你才通得到迄个神秘的知识，你才通得救。但是保罗却指出，上帝救恩是万古以来介大一个奥秘，但圣神已经显明因，上时传扬到伫远方，互所有信徒拢会通领受，人会通得救，无在伫因为伊得到一寡无法度证明，也无法度向别人讲遐个神秘的知识，是因为伊伫耶稣基督内底已经得到，已经显明上时上帝权能所证明的上帝的权能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显明。这个智慧毋是这个世界的智慧，嘛毋是这个世界有权有势的人所会通明白的智慧。这个智慧既然毋是俗世的智慧，就毋是世间人所会通发现，也毋是遐会带着骄傲、野心、利益，总是内心无信心的人所会通明白、所会通接受。这种的智慧，毋是哲学家靠着伊深沉的思想所想出来的智慧，嘛毋是政治人物。用来做权力斗争的智慧，嘛毋是企业家熬经营然后赚大钱的智慧，但是这种智慧是会通互人的心真实有平安，上时互人的生命真实得到改变的智慧。遐个有权有势的人，对伫世界政治、军事、国家、社会各方面真侪俗世智慧、俗世财物捌了真侪，总是因对属灵的奥秘。无因为伊的权势甲地位，就比别人较知。事实上，政治有权力，才会军事，才会政治的执政者。譬如讲，当初是罗马的执政者，甲伫社会上才有权势的人。譬如讲，当初是犹太宗教才会领袖。因毋捌上帝智慧，若是因真正捌上帝奥妙智慧，因就袂也毋敢将耶稣基督钉伫十字架顶。这个上帝奥妙智慧，甚至嘛毋是这个掌管幽暗世界的撒旦所会通了解。撒旦知影有上帝，总是伊毋知上帝有一个永远拯救的计划。撒旦知影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，总是毋知影伊是要通过十字架来拯救有罪的人。撒旦伊检测认为，各个他的十字架是伊得胜的所在，因为伊将上帝囝害死。总是伊却毋知，拄拄伫迄个所在，拄拄是伊彻底失败的所在。上帝奥妙的智慧遮尔奇妙，若毋是通过上帝圣神的引带来启示，就无人会通来明白。这个奥妙是人的目睭所袂通看去，人的耳孔袂捌听去，
人的心也袂捌想到的。咱的目睭、咱的耳孔、咱的头脑、心思，会通帮助咱得到真侪的知识。咱目睭所看，耳孔所听，就会通形成种种的经验。咱的心思意念，就会通根据这个经验来形成概念、形成判断，也形成各种无共款的思想。不过爱知影一项事，就是咱遮的目睭、耳孔，甲着咱的心思所得到的知识，是受造物的知识，伊也无法度体会到创造主上帝神圣的奥秘。只有耶稣基督将上帝奥秘来显明，上时圣神搁进一步将上帝奥秘来启示予先知甲使徒。先知甲使徒也通过圣神的密示，予这个奥秘一代搁一代传到后世代，予所有相信的人，拢会通因为圣神的光照来明白上帝的奥秘。耶稣基督的福音讲起来真简单，无高深学问的人也会通明白，也会通相信，也会通接受。总是耶稣基督福音也非常的深奥。有高深学问的人，就是你读到博士，你犹原无法度完全参透。若是介要紧的，就是要有一粒谦卑、常时相信的心灵。圣经讲，若无有信，就袂有人互上帝欢喜。因为亲近上帝，的确着信上帝有常时报赏求伊的人。雅各书第1章第5节安尼讲：恁中间若有人家己感觉你欠缺智慧，就对迄个白白赏赐众人，也无欠人的上帝。伊若恳求上帝，就要赏赐伊智慧。如果一个人若得救，总是犹原继续过一个属肉体的生活，伊就无有即款的机会，无有即款的福气。会通明白上帝奥秘的智慧。总是人若是真实来相信耶稣基督，谦卑顺服伫圣神的引带，过一个属灵的生命，圣神就会一步一步将上帝奥秘的智慧来予伊显明。但是安怎？只有圣神的启示，才会通互咱来明白属灵的智慧。因为只有圣神，毋命是参透万事，常时也参透上帝奥妙事。保罗先生讲，人的事，若毋是伊家己的神是啥物人会通了解？咱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除了你家己以外，无有人真正完全了解。咱用一句话讲：知人知面，不知心。台语的俗语安尼讲：我毋是你腹肚内面的面汤，拍知你咧想啥物货？你心内咧想啥物货？外口的人，包括你的先生，包括你的妇人人，也是包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。敢若会通猜测到底你咧想啥物货？总是你家己内面的神，无需要猜测，你家己本身就知。共款，无有人知上帝的代志，总是上帝一神直接就知。一个人的心灵会通知影家己的代志，因为你的心灵甲你的生命同在伫地，你咧做任何一个代志时，你的心拢伫遐。圣神知影上帝的代志，因为圣神永远甲上帝相隔伫地。咱一个人嘛无法度知影另外一个人的心灵，除非咱的心灵甲即个心灵，迄个人的心灵有互动、互相的交流。共款，咱袂通了解上帝伊的心意，除非咱的心神甲着圣神互相来交流。对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阵，上帝的神就运行伫水面，运行伫天地万物中间。天地万物原本就是上帝通过伊的神的运作来创造的，所以保罗讲，圣神参透万物，圣神若是参透天地万物，对太初到永远，圣神就甲上帝相隔伫地，伊是三位一体上帝中间的一个位格，所以圣神甲上帝相隔伫地，伊就非常清楚上帝深奥的事。兄弟姊妹，咱爱知一项事，圣神毋是一种的气尔，圣神毋是一种的力量尔，圣神嘛毋是一种的感觉尔，圣神有位格。意思讲，伊会通知，伊会通明白，伊毋会通明白上帝的事，伊嘛会通教导人来明白上帝的事。耶稣称圣神讲，你是真理的圣神，伊来要教导咱进入一切真理。只有迄位参透万事，搁通参透上帝奥妙的圣神，才会通教示咱活伫咱肉体内面有心神的人，想要认捌上帝的人来认捌上帝。咱原本无明白上帝的救恩，原本无明白上帝奥妙，总是圣神欢喜来光照咱，
互咱心的目睭会通拍开，将属灵的知识来赏赐互咱。保罗先生讲，当咱会通知上帝奥秘，是因为咱所得到的，毋是世间的神，是对上帝来的神。要互咱知影，上帝所白白赏赐互咱的恩典。这个所在所讲世间的神，就是指运行伫无神的人、无信上帝的人，因心中这位神。这位神检采会当互世间人做代志有能力、有聪明，但是伊对着上帝的代志却无发生作用。但是对上帝来的神就是圣神，伊要互咱明白上帝白白赏赐互咱的恩典甲真理。若毋是对上帝来的神的启示，咱就袂通明白属灵的真理。总是圣神已经指示这个使徒甲着这个信徒，毋仅是会通明白上帝智慧，同时会晓用属灵的话来解说属灵的事，会通将属灵的事来讲互属灵的人来了解。伫这个所在，咱特别去注意，讲属灵的事甲属灵的事爱互相相配合。所以保罗先生强调，我毋是用人的智慧的言语来传讲耶稣基督奥秘。我是用属灵的语言来阐明属灵的真理。伫这个阐明上帝属灵的真理的时阵，伊会运用旧约圣经中间的语言来解说新约圣经内面所讲的福音。伊嘛会用耶稣基督伊所讲的话、所做的代志来解说旧约圣经内面的语表甲着语言。俄国斯丁讲了非常的清楚，伊讲旧约是稳重的新约，若是新约是显明的旧约。彼此中间互相来阐明，所以有一寡属灵的真理，点在读起来模糊无明，无学得了解，总是经过解说。当咱解说时阵，就爱非常的谨慎，必须要将这属灵的真理，甲着其他非常清楚明了这属灵的真理互相对照，那安尼咱较会通避免侪曲解，会通得到明确的一个解说。当咱有这个明确解说了后，咱就会通将属灵的代志讲互属灵的人来知，属灵的真理、属灵的启示，目的是要造就属灵的人，互因对着属灵的代志，毋是拢毋知，毋是完全无知识，是会通通过这个教示有属灵的知识甲属灵的智慧，那安尼因的生命就会通得到成长。当对这个所在，咱通看见圣神咧做三项的工作。第一项就是启示，圣神启示。将前所蕴藏、人所无明白上帝的真理，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启明出来、启示出来。第二，咱该讲是默示，无论是先知、使徒，也是其他圣经的作者，是通过圣神的默示，所以会通将这的言语该记载落来，形成圣经，然后一代搁一代传落去。第三，对咱来讲就非常的要紧，就是圣神的光照。当咱咧听上帝的话，当咱阅读上帝的话时阵，圣神会光照咱。甲你问讲，这是咱圣神伫咱内在内心中间的一个见证，互咱会通明白真理，会通参透真理。无论是启示，无论是默示，无论是光照，拢是圣神所做奇妙的工作。相信圣神所启示耶稣基督福音，阅读圣神所默示的圣经。得到圣神伫咱内心中间，甲咱光照，咱的生命就会通得到造就，会通成做一个属灵的人。咱愈顺服伫圣神，就愈会通明白圣神所要教导咱一切真理。因为耶稣讲了非常的清楚，伊讲圣神来要引带恁进入一切真理。属灵的人会通参透万事，包括自然的事，包括超自然的事，总是。一般的人却无法度来了解因，无法度看到属灵的人，因为属上帝的人，圣经讲伊是上帝所稳重的。诗篇第83篇第3节讲：上帝啊，我是你所稳重看捌的人。诗篇第17篇第8节也安尼讲：你有保护我，亲像保护目睭人，将我看捌伫你的膝骨下。你将我看捌，互我脱离做歹人暗情的计谋。甲不义的人会扰乱，兄弟姊妹，这是何等的宝贵！咱真做是个属灵的人的时阵，咱真做活伫上帝内面的人，是上帝要甲你保护的人。信徒的生命甲基督同齐要稳重伫耶稣伫上帝内面。属世的人既然无法度了解这个属灵的代志，
伊着无法度看透属灵的人，也看袂透上帝所稳重、所要保护人，伊嘛无法度来伤害伊。只要咱伫主的内面得到伊的稳重甲保护。所以保罗先生伫即段经文中间落尾安尼讲：，咱上帝智慧远远超过人的智慧，是啥物人有资格通论断上帝作为？是啥物人会通看透上帝心内计划？是啥物人有资格来批评上帝讲啊？你即个计划无好？是啥物人有一款遐尼厚的知识讲上帝啊？你的计划无够偌好，我提供一寡互你做意见，无一个会通做遮代志。人既然凭着家己的智慧甲财物，袂通明白上帝奥秘，总是咱做一个基督徒足大福分，就是咱接受福音了后，伫圣心内面得个顶头生，会通有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当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阵，咱就耶稣基督为着咱定十字架死，被破灭的身躯，咱会通比伫耶稣的身躯内底，因为伊是为着咱身躯来拍破。咱也会通过耶稣基督的保护，无论你的罪有偌济，你家己感觉偌尔恶杂，偌尔感觉污秽，耶稣的保护要洗净你一切心灵的污秽。上时搁较宝贵的，就是咱有耶稣基督的心。咱就会通明白属灵的代志，会通得到属灵的智慧。所以保罗先生毋仅讲，咱有耶稣基督的心。上时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50，伊安尼讲：，恁着爱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。咱知影，你的心若无咧跳动，你就要死去。你的若无有喘气的气息，你的生命就停止咯。咱正做一个属灵的人，有一粒新的心。有一粒新的神，上帝已经赏赐予咱，所以咱属灵的生命会通跳动，咱属灵的生命会通喘气，咱会通成长。这个新的心，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新的心。这个新的神，就是用圣神的喘气，成做咱的喘气的神，互咱人生的生命伫上帝奥妙智慧中间，会通长大成实的，拄拄是这个新的心，这个新的神。大家姊妹。基督教的信仰，毋是咧追求一寡奇奇怪怪的物件、神神秘秘的知识，互人惊吓，总是无法度证明、无法度明白这个知识在啊。基督教的信仰是要认捌上帝向咱启示的奥秘，这个奥秘真稳重，总是现今已经明显记载伫圣经内面，已经明显通过圣神的感动，互咱来认捌。圣神要引带咱认捌上帝奥秘，所以保罗先生。即位深深了解上帝奥秘的智慧的保罗，伊安尼讲：大敬虔的奥秘，无人毋掠做着，就是伊显现伫肉体，互圣神来称做伊，互天使通看见，互人传伫外邦，互世间人信来降服。落尾伊要接伫荣耀中间。即个奥秘，保罗称作是敬虔的奥秘。因为这个奥秘是对上帝生成的启示来，上时会通造就一切敬虔的生命，互一切真心相信甲接受伊的人，会通行往一个敬虔的道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是毋是有耶稣基督的心？我相信你是有。若无，你袂称家己是上帝的儿女，你阁称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。咱既然有耶稣基督的心，咱就爱阁进一步。亲像保罗所讲的，要用耶稣基督的心做你的心，学习你的谦卑，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，学习耶稣看无家己处罗卜的形象，顺服上帝的旨意，用疼甲牺牲来服侍上帝，来服侍人。有耶稣基督的心的人，就通明白上帝的奥秘。有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的人，也是会通明白上帝的奥秘，会通成做上帝奥秘的关键。伊的生命会渐渐成做另外一种新的奥妙奥秘，就是上帝听的奥秘。愿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咱拢成做稳重伫上帝内面，上帝的奥秘，使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要学劳你，因为你是奥妙的上帝。阮也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欢喜将你的奥妙。伫耶稣基督内面，向阮显明，互阮对你奥妙的创造、奥妙救赎，通看见你伟大的智慧。也因为阮相信耶稣基督福音，阮也有得救的智慧。
愿你的神就是真理的神，降临伫阮的生命，踮伫阮的内面，常常教示阮，引导阮进入你属灵的真理，通好互阮有济济属灵的知识甲财目，阮属灵的生命会通长大成实。主啊，求你来向阮显明你的奥妙，求你来伫阮的教会用你的奥妙智慧来引导阮，常时将你奥妙恩典赏赐伫阮中间。阮中间有病痛的人，突然间就得到医好了，因为因领受上帝你的奥妙。阮中间有人原本互济济的罪所颠簸，突然间因了解了，因的生命已经得到你的救赎。主啊，阮要伫你的面前向你恳求，将你奥妙智慧、奥妙恩典赏赐伫阮教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So